后来蔡总统讲民调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也毋过话佫讲倒转来，民调加减会当做参考。来看这份民调，2020年选总统倒一个上有势面的。苹果日报针对可能的总统的参选人做各种无同组合的对比式的民调，结果发现韩国瑜气势上强，不管甲遮比拼，支持度拢来领先。过来是台北市长郭文铁。先你讲2020，我就感觉我是孙悟空被藏在那边的紧箍咒。2020总统大选新人上场，苹果日报委托世新大学伫2月15、16两天进行电话民调，针对哪力抑有无党籍可能的参选人进行比对式的民调。台北市长郭文铁也有高雄市长韩国瑜两人人气拢真悬。若是两人拢参选2020的总统大选，对现任的总统蔡英文、韩国瑜支持度是3成5，领先郭文铁的2成8。蔡总统是排第3，2成2。若是郭韩两人对前行政院长赖清德、韩国瑜嘛是领先，不过赖清德25%小赢郭文铁的24.3%。若是郭文铁继续做市长，敢若韩国瑜参选2020的总统大选。那呢，韩国瑜赢蔡英文总统的3成3，甲赖清德的3成2。是一个最不利民进党的时候所做的民调哈，我们认为这个没有办法去解释未来的总统选举的结果啦。目前的情况，这是非常好的现象。我相信到时候国民党会推出最有候选可能、最有胜选可能的候选人。另外，是韩国瑜无要参选，郭文铁有3成2的支持度，领先国民党的朱立伦3成1，蔡英文的2成3。因讲郭文铁唯一的对手就是韩国瑜，南北两个市长气势拢真旺，只是民调选伫蔡总统宣布竞选连任进前完成的调查，这款的结果也算是言之过早。